讲到台北大场町，唔有下海城隍庙，阁会当买南北货西文创店家，而且这大场町呢，就是戏曲，但伊伫遮拢会举办戏春大场町，今年是第9年咯。希望透过着导览、体验、看戏等方式，互来到遮的国内外游客拢会当了解到大场町戏曲的文化。那即届呢，也邀请到400多年历史的日本阿婆母来到大场町演出。优雅的乐琴声，互听众听甲真美。台北大场町充满文化底蕴，嘛是传统戏曲的戏曲。大场町创意街区发展协会今年办戏春大场町，到档已经第9年。今年要结合传统甲创新，互游客来到遮，拢通了解戏曲文化。另外，即届嘛特别邀请日本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舞蹈阿婆母阿瓦奥多里，要来大场町演出甲互动教学。大场町较早咱遮有足侪这歌戏啦、布袋戏啊，甚至是讲咱电影，也是讲这舞台剧的部分。其实咱这个多元的这个戏曲文化，伫咧大场町是真济啊。咱希望讲用无共的方式来讲出来。协会表示，游客来到大场町，唔但通看戏，佮通唱歌戏、学翕相，也通学南管、学做戏、红啊等等，来深度体验戏曲文化。另外，即届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头届参戏春大场町合作，要伫咧顶仔卡放台语片，是林团手导演伫1965年拍5月13上心夜。中心表示，电影内底通看到一家之以前台北下海城隍庙迎城隍的老一画面。那这个片子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修复完成。所以让台湾的观众跟全世界的观众都有机会再看到当时的亚劳类的盛况，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让它回到原地重放这样子。今年戏春大场町自4月18开幕，有导览通互民众了解大场町的文史歌谣甲地文化，嘛要用看戏、听戏、算戏甲做戏的多元形式，带游客最近来体验大场町的文化生命力。记者卢尚珠、柯炳杰台北报道。